天主教神學小問答281，小德蘭福傳之友曾慶道神父問：我的朋友原來是天主教友，最近去拜媽祖了，還與所有宗教都一樣，並且與耶穌和媽祖、佛祖是同一個神，不同時代、地點的現身，真是這樣嗎？答：不是的，耶穌與媽祖、佛祖不是同一個神，在不同時代、地點的現身，各宗教教主不是同一個神，在不同的時間、地點的現身，因為如果是的話，他們的教導應該是一致的，但就以人死後到哪裏去這重要的。跟我們人休戚相關的問題為例，佛祖說人死後會投胎輪迴，可能要做牛做馬，耶穌卻沒有這樣的教導，只願人在世好好生活的話，一次死後就到天堂去，說所有的宗教都一樣的人是一廂情願的，別的宗教的人都不會認為所有宗教都一樣。如果是的話，為什麼佛教或回教或媽祖教的人每個主日不來天主教堂跟我們敬拜天主呢？不來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心中知道天主教跟他們的宗教是不一樣的。